各位容松频道的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我们容松频道相聚的时刻。那这位是责任杂气刊部，相信大家一定不陌生，是我们容松频道的创办人。那今天呢，我们非常的荣幸，请到我们的嘉宾彭丽彭老师。然后今天将有一个非常温馨跟温暖的对谈，希望各位容松频道的朋友们能够静心的期待，谢谢。那现在我要来访问一下我们的彭老师。彭老师，我知道您是一位艺人，彭老师也是一位音乐制作人，他也创作了许多的歌曲。那彭老师，就是您身为一个艺人，身为一个音乐的制作人，那我们也知道您非常认真的学习佛法。更重视佛法的实修，就是能不能请您分享一下您在这个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心得，让我们容松频道的朋友们能够一起。好，谢谢大家谢谢看护给我机会啊。其实我觉得你不管任何的信仰我觉得修自己的心。修身养性是非常重要的。那我自己觉得说，因为原来演艺圈的生活嘛，那演艺圈的生活其实总是比较华丽一些，然后也是在舞台上，然后各种物质欲望其实都是充斥在整个生活当中不一定说我们有多崇高的物质欲望，不一定了哈。但有时候在卸下妆之后，或者下了舞台之后，你总是会回归到自己。那我觉得心里多充实吧，心里有一股温暖的力量。有时候你在台上，或是与人接待、待人接物，你都会比较怎么讲，比较有一些内涵那总是说心里面有一股力量。当我们站在台上的时候，我们也透过我们的声音给大家更多的鼓励跟希望，就是这样子。所以为什么会学佛？因为我觉得佛法它谈到的就是一个因缘果报。他有很多的智慧能够去解释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事情。对，那彭老师，您能不能再更深入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在您这个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您遇到的实际的举一个例子，让我们容松频道的朋友们能够了解。好，那像过去我就是在台上唱歌嘛，那因为我唱的是本土的台湾歌、台语歌，但是我的音乐创作就没有分什么语言。那我记得以前我在唱《刚下恋爱》的时候，看不知道这首歌吗？不知道台语歌啦哈。那每次我在台上唱这首歌，我以前还关注过你的微博，真的吗？但是后来你比较可能动态比较少了。不是微博的密码我忘了，真的，我说真的。那我就发现这首歌它有一种魅力无论是在台湾或者是在现在我只是关注你的微信什么Facebook 对，就是我觉得这首歌在像之前福建的闽南沿海一带然后在台湾那时候是以闽南歌的形式让大家听得明白。可是这首歌经常会因为这个歌的关系我被邀请去做演出。做什么演出呢？公益活动，因为这首歌比较温馨。什么样公益活动？可能是看的对象，他可能是残疾的，眼睛看不见的，身心灵受创的，甚至是毕业典礼温馨的场合，甚至是看守所监狱这一种的，甚至是往生，甚至是婚礼的祝福，甚至是孩子满月。那我就想说，为什么我的歌都是这种环境那因为有一些表演的场合，就是我在台上看到台下一些观众的表情，甚至他们是生病的，一首歌没有办法整个唱完，我就哭了。那可是总不能一直这样，后来就会让我去引发说，好，我要去了解生命是什么，然后之后遇见佛法。那么在这个开始理解佛法的过程当中，自己心里面也去理解到这种因缘果报，然后也获得一点力量，会比较平衡一点。然后之后上台在表演的时候，你所散发出来的气场就比较不一样，你讲说，好，心中有佛法，比较有正能量。然后就发现有时候透过这种佛法的正能量，跟我的歌迷朋友稍微做一些互动，我觉得他们
得到的也就是那种好像菩萨给他加持的力量，然后他们会之后会渐渐自己去学习佛法，自己去理解，然后在生活当中自己心里面有一个支柱。所以为什么要学佛？就是我觉得它不只是给自己带来好处，也给身边的朋友带来好处。可是呢，接触佛法过程当中，我相信有很多人有一个过程，就是时间久了，你就会怎么样？就退转，然后但是但因为我的就是歌迷朋友他们都一直很关注我，等于说他们鞭策我，我要退转机会比较少之外，就是我的家人并没有学佛，然后到我的父母亲生病的时候，我才真正的这种开始奋发图强，就是不是只是嘴巴说而已，而是我真的身体力行去做，让家人去看，然后跟他们解释。那因为家人是跟你最近的，距离最近，我觉得也是最难的，所以是这个过程。谢谢冯老师。那还有一个问题哦，像现在我们正在录制容松频道的节目，都是透过网际网路的。就是刚才您也提到，您非常重视整个佛法上的实修。那是不是也请您分享一下，在这样子一个网际网路的时代，针对佛法的实修，您的看法是怎么样？我觉得网际网路它是一个高科技的神通，它可以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机制，可以让很多人知道有佛法这样的一个知识然后可以获得很多良善的讯息。所以其实也是很多朋友在现在这种网络资讯爆炸的时代可能讯息很多，但是往往一个好的正能量、佛法的能量，它可以深植人心。所以有时候跟很多朋友见面，然后他们会说，我就是在网络上听到你唱的佛曲，或者是说你在哪里学佛？他说我一开始是在网络上哪里去接触到的。所以网络的传播，它是未来必然的一个必须要有的一个机制。谢谢老师。那看不想请教您，就是您对这个问题，也就是网际网络在现代社会当中佛法的影响是怎么样？因为刚才彭老师听了彭老师的想法，那您的想法呢？好的。首先呢，就是我也要特别的感谢你的今天你这个其实有一点点那个台风嘛，昨天晚上我们都担心今天早上的天气怎么样，但是还是从那么远的地方专门来我们一起录这个节目，这个对我来讲的话，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谢谢。去年吧，我们也就是在这个苏大，我们一起在这个 Zoom 里面就是录了一个节目。对，而且很多人看了那个节目。对。还有我也把它这个下载出来，然后再发到很多的这个藏地在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些朋友，他们也看了。因为我知道这些的这个互动当中，对年轻人也能够给到一些鼓励了。对。反正就是这样的。对。我不是这个做生意的人，所以就是这个当中唯一的我们的这个利益就是能够利益到大家。对。然后呢，但是呢，线上和线下很不一样。今天线下坐在一起呢，对观众我们大家的互动的那个各方情感非常不一样，所以就是特别的觉得不一样。所以呢，我首先要感谢你。你唱歌还有刚刚讲到这个唱歌嘛，他的歌迷的这个反馈讲的时候，确实是当时我们第一次认识的缘分，也是因为我代表当时这个国际藏传佛教研究会，我们就是那个在桃园这边的一个监狱里面办了一个超度法会什么的，然后那个时候呢，不是只有念经，我们因为他们那里面的人来讲的话呢，在外面比较有一点点这种开朗，比较有一点点让他们有一点点开心的事情，是有时候比讲经说法更重要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也专门邀请你来，再上来就是有几百个这些那边的受限的一些监狱里面的朋友，然后他们听了这个佛曲，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音乐。所以因为那个时候我也要了解更多你的细节，所以我也看。那你知道我那时候在台上说什么吗？当时效果真的很好。是。然后很多的我们讲说受刑人，他们那场活动让他们觉得很特别。为什么？因为其实平常也都会有
很多人爱心的人士到看守所去监狱去关怀他们。对。那但是关怀久了，一样就是他看节目看久了，对，也是疲惫了。对。好，那所以那一场活动我觉得很有意义，就是我记得那天有浴佛，对不对？是，对，我们办浴佛的。浴佛，对。然后就是在浴佛的时候，我记得堪布请我到台上。唱那个 Oh Money Baby Home。对。好，那我就想说这句话很容易呀，那我就上去唱，谁知道浴佛所有的人要浴完，这个声音才可以停止，所以我唱了很久。然后后来我就邀请现场的人跟我一起唱，我怎么跟他说的呢？我说，我今天来到这个场合哈，我也不是说非常愿意来，我可以在家里睡觉的，但是呢，堪布发了这个心，他希望大家今天能够浴佛，浴佛是很好的，可以排除障碍。那既然那么好的事情，我不能偷懒，我也来。但是你们要给我掌声鼓励，我也跟你们一样需要鼓励。其实我用闽南话一直在跟他们，就是互动，做朋友一样。对。然后，所以我用了很多，其实带了一些更粗俗的一些字眼，但他们听了都很开心。我说，总不能让我一个人在台上干唱吧，对不对？大家一起唱嘛。那你们说支持我？这哪有支持我？后来他们一唱，我发现一唱之后，大家有了共鸣，好多人掉眼泪。然后看到浴佛的时候，有人掉眼泪，然后啜泣哭，然后手一直发抖，在浴佛，我觉得好感动，我整个就是起鸡皮疙瘩。所以这也是我就是刚刚这个缘起的过程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那现在回到问题的终点，就是你说网际网络是。那这个是其实。这个网际网络的力量和它的作用，不是未来的一个事情，就是现在是正在进行中的啊。所以我们每天呢，就是在大家也彼此关注这些 Facebook 那个上面放的东西，其实也至少我们两个的这个动态上的80%都是佛法的关系的，那剩下的一些是生活的，对吧？所以我们的动机是比较希望通过这些平台。让更多人了解到一些佛法，但是呢，这个佛法这个呢，就是用词有时候用起来的时候，也比较不了解佛法的人呢，容易产生误解的。是，因为他觉得佛法就是宗教，跟我无关。其实不是你刚刚说的一样，就是佛法就是一支智慧，生活带来的一种鼓励和力量。那这个力量呢，就是说，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方式，那通过网际网络传播。所以呢，我以前都在台湾也看过一些各种各样的这个佛教的电视台，我是很羡慕的。哇，如果我有钱的话多好，我一定要办这样。我真的想过这样。有没有看到？眼里有光，心中有爱，但是口袋要有钱。但是现在要钱，这个也谢谢你帮我这个募款。不过呢，另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呢，现在呢，某种程度上没有钱也可以做到。对，因为自媒体的时代，对，现在其实自媒体，所以这个是我在布鲁蒙镇一个山上，杜鹃一样的就是那种生活，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完全是那种封闭的时候，我的荣总平台是开始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就是现在网络呢，就像我们的内心一样，对，永远是超越任何的隔阂。而且我觉得现在的一些我们讲网络相关要使用的硬体跟早期几年前就已经差很多，现在很进步。有时候你光一台手机里面有很多的功能，甚至你用手机进入电脑，有更多的配备你可以使用它，做出来的节目是很专业。所以其实我的朋友都是电视台的制作人，他说现在很多电视台节目还想故意做的跟网络节目很像，就是它会比较生活化。以前呢，在台北啊，这个藏传佛教，我们这个国际藏研会有一个网络电视叫藏传网络电视台。那个时候是群尼德堪布，他是主要的负责人，后来有其他也上市。他们呢，就是还有几个付薪水的2个员工啊。他们扛着这些设备和机器，藏研会买了蛮多的设备，他为了这个隔音做了特别的效果，然后就是一大堆的，然后录一个节目都要花很多时间。对。那现在的我们呢，相对就是什么时候就是相对 OK， 做一个等等就是这样。所以其实是如果我们能够善用这些功能的话，确实是就是比以前方便很多。
对，而且现在的视频它就是不讲究太长，短视频现在是最夯的。对对，所以包含就是其实像我觉得佛法的一个传递，如果你能理解它这个佛法跟生活是不可分开的，就是我们讲说这个佛法不离世间觉嘛，那佛法的智慧是在生活当中去体现，那么也在我们的七情六欲当中去觉悟。我们现在会常常看到很多的心灵鸡汤短影片，然后还有包括做素食啊，这些都是跟环保啦，跟这种心灵智慧是有关的。那我觉得其实很鼓励大家。那你现在有没有直播方式在成佛区啊？直播方式没有，没有。其实通常，我的方式，因为我还有其他的工作，有时候我也会透过直播，然后去分享我的一个理念。但是，有一个部分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就像堪布他刚跟我讲说，放轻松，放轻松就是不要太严肃啊，那他都鼓励我说，我知道你可以的。那其实从放轻松这几个字讲起来，我们讲佛教讲自在嘛，对，真的要自在，其实它有时候不那么容易，因为自在它不是随便，它是一种我们讲方便的智慧。那我以前自在就是一个自然为基础的一个自然的一个状态。对，然后堪布你知道吗？就是我有时候会我自己有一个频道，就是我自己一个网页，在做直播的时候，那因为上来看的知道你是艺人，甚至他可能有你的歌迷，那他想听的不一定是佛教的歌哦，是，他想听的甚至比如说，我太想念我的妈妈了，母亲节，你可以帮我唱首妈妈的歌吗？那我们不能说，这不是佛曲，可是这个他对，那他想念妈妈，我们可以去圆满他的心愿，是我们圆满他的心，我能唱，我能做到的，好。我觉得这就是利益众生的心啊。那后来就更多奇奇怪怪的歌都有。那我就发现有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人他会看网络，是因为他的心太空虚，太无聊。是。那如何？所以呢，就是他们有时候留言暴躁的那种，很批评和这个是酸言语，是。其实也不是他们真在生气，因为他们很恐惧，他们不知所措。对。有一种就是一种情绪的一种发泄。对，我们也会有遇过这样的人，然后但是每一次遇过这样的人，我们不断的就是，我觉得自己的心必须是平静的，你的心不平静，你就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些。那我觉得我自己透过网络的结缘之后，反而也是一种修行。是。对，然后从网络可以理解很多天下的事情嘛，那也从这里反过来说，哇，众生百百样不是我们所想的那样。那就像我遇过一个朋友，他说：“黄老师，我没有读书。”他讲台语我没有读书。台语没读书怎么说？我读册。你讲一下。我读册。我没读册，我看无，就是我没读书，我看不懂那个佛经怎么办？我说那我讲话你听得到吗？你听得到嘛？对。那你可以自己学习念简短的咒语，你不一定要。这个方式要跟别人一样，所以在网络上我们就会认识各式各样的人，然后从这里去理解各式各样的众生的问题。那反过来，其实我们也是众生之一，那也是我们的问题。那我们如何去为他祈祷，或是如何去协助他自己在这里其实成长的？所以我觉得网络互动其实是蛮好的。那我可以替你问问题吗？可以。我抢你的工作了。可以，没问题。所以我想问一下，比如说你的这些经常互动的网络透过网络和你的歌手不一定是佛教这个当中有没有比较明确的这个25岁以下的了，或者也有那个10多岁的小朋友都有。然后那我问的重点是，跟他们互动的时候，在网络上，你有没有一点点？我不是说是你年纪大，但是我自己的没关系，也有人叫我阿嬷的。就是我奶奶。新生人来讲的话，就是其他人，我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在这个年轻的女孩子也，如果大家说一个有点误会也好，开玩笑也好，有点年纪了，她也不太在乎的有这种一个普遍的现象，因为这个可能是这个
跟佛法的一些观念有关系是嘛。你实际情况怎么样就怎么样嘛，谁改变不了嘛。对。但是呢，我们还是确实是我们25岁以下的人来讲的话呢，尤其是他们的现在生活方式，我们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对，这是事实的。所以你跟他们沟通的时候呢，有一些代沟，或者什么样的方式跟他们解释？大学生以下的啊。其实是这样，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世代都有他会经历的事情。对。所以我常常告诉我的歌迷朋友，或者是我们的一些身边的朋友我们要学会年轻人的思想，是不要教他我们的思想，因为你没办法教他，但是他可以教你。你可能生他，就是妈妈，你生的这个孩子你有义务的一部分的义务，你必须要培养他，但是思想你没有办法去控制他，因为新的世代他有一些新的资讯。你看现在网络科技那么发达，以前我爸爸妈妈他们是不会的，然后网络科技里面你学到很多东西，看到很多东西，甚至很细微的，他们根本无法想象。所以我经常会跟我的一些比较年轻的一些朋友去做分享，就是如何让他不要跟父母亲有太大的代沟，他如何去体谅父母亲的那一代的想法。那父母，尤其是父母亲就是你一定要学习孩子在想什么。所以我常常会有的比较年轻，像10多岁的小孩，他会来跟我讲他为什么会上来看，他天天来看。有的小孩这个时候搞不好在打手游，他看什么呢？就看阿姨很无聊在说话。他一来，比如说我有一个歌迷，他叫地瓜。他叫韩吉闽南话叫韩吉，是一个小孩。我说韩吉，你怎么来了？你今天不用写功课我今天写完了。以前没有变法贵他说没有，我今天表现还不错。你妈呢？你妈是不是去揍你爸？我就会用这种方式跟他开玩笑。然后其实是他们有这种状况，可是久了之后，我们后来发现他是一个长期心里面有阴影、有压力的孩子。为什么？因为他在学校被那个叫什么被霸凌。对，所以我会借由跟他互动的方式去关心他，然后慢慢的解开那个心结。我甚至跟他说心情不好的时候，还叫他念观世音菩萨，对，让他心里面有一个能够一个支柱吧。那我就告诉他，这个是你的贵人你只要常常这样子念，他会分散那个注意力，心情不好的注意力。是，所以像这样的小孩也会有，对，那大一点的也会有。爸爸妈妈带来，我小孩不听话，你跟他说都这样讲，然后我就觉得好冲突。然后我说，我觉得他挺好的，我觉得你们有问题。所以反过来，在孩子的这个立场去看很多事情，我觉得还好。所以我接下来我也说一下，就刚刚你的问题我就是说1分钟然后呢，你有什么问题要问给我们2个都没问题。就是说这个网际网络的重要性。是。那我现在就是很具体来说的话，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呢，现在这种网络的力量，然后就大家这个有些呢，政府或政治介入也就是对这些传播可能会受一定的限制。为什么呢？他用另一个角度解读这个事情的话，因为它是一个力量。那有些呢，一般的人他就是用各种的负能量和负面的情绪和那种相对呢，就对我们本来没办法带来好的一个东西的垃圾在里面。但是呢，我现在做一个比喻来讲，就是这个地方本来是很干净，可是不行的，如果是有堆了一大堆垃圾，我作为这个地方的主人，我要爱惜的方式是垃圾清掉，放好的东西，还是很好的东西放里面，而不是说我就抛弃了这个地方，对吧？所以呢，这个网络这个平台本身是属于大家的，很好的，它的本质没有好坏，它就是一个空间。所以这个空间里面有越多的不好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勇敢的出来讲正能量好的东西。因为我们现在在西藏有一个现象，有些人看着人不讲，怎么可能上直播啊？上次有人问我说，你觉得可不可以上？我说应该要，因为他们直播的人都谈生意不好的东西的时候，我们非常简单的讲好的东西，一开始可能会骂，
一大堆种，你怎么可以出来这里这种场合出现？假设导演啊那种，那就是你久而久之呢，你先有心理准备，就跟刚你说的一样的，你知道要这个面临这些考验，对，然后你坚持的很坚定的，就是坚持你自己的这个正的话，久而久理念的话，久而久之会就是获得大家的认可。对，它会形成一种风格。对，很有风格，而且久没有看到，至少这里面有好多东西也在。对。所以呢，这一天的呢，就是很多少人，就是不让它堕落那个很扭曲的。其实一开始我刚刚在做直播的时候，就是因为演艺圈的很多的朋友嘛，他们也在做直播，然后他们可能会透过很多的商业的效果，或经纪人他们去买人数，好，然后或者就是说用自己的名义去做一些运作。可是其实我直播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是我我没有用自己的名义，然后就是说话。当然，因为一开始其实我会直播，是因为我开一间店，然后因为我妈妈往生之后，就想说妈妈也不在，那我也不想要原来的这种生活方式，我想改变，然后我就想把店里面的东西卖掉好了。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办。那我的员工跟我说：“丽姐，你可以在网络上拍卖啊。”其实就是这样。然后卖什么呢？比如说二手的碗。很漂亮的哈，一个15块，结果你就碰到一个人，黄老师，这个是你吗？你是唱歌那个谁吗？他听你的声音，他可以认出你。我说是，他说，哎呀，那个餐厅我去过啊，很高级，那碗，去过你也来过是吗？是吗？应该是的，就是你会馆，对，在这个大安区，对，然后就是招待过我了，但是你忘记了，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们见很多次面了，所以报不了了。每一次都是最新的印象哈。然后后来那个碗，比如说一个10块，就有人说：“我说你为什么要买碗？”我说：“因为我在做路边摊，我想要买新的餐具。”我一听，我就心软，我说：“那你要几个啊？”我可能要20-30个。我说：“我大概18个，不用钱了，送你。”然后我的助理说：“姐，你今天坐下来，这个也不用钱，那个也不用钱。”其实我就从这里互动当中，因为什么都不用钱嘛，所以我就开始有很多新的基础的朋友，然后我才从这里开始去做直播的。然后我的艺人朋友都笑我说，他说你怎么就那10几个人看都没有人看，你这样做不起来。那我也不管，因为我觉得我从这里跟大家有一种互动、心灵的交流，然后开始就有很多的朋友一直上来支持我。那我就发现说，那他们是怎么直播的？对。他们渴望的就是我要人数很多，好，我要做什么？但是他那个目的跟我们的目的是不一样。像看部讲的，传播正能量。我觉得有缘的人，他心里有需求，他会因为你散发出来的能量而互相的吸引，就是一种佛法讲的相应。对。所以只要把想要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把愿发出来，然后用心去经营，我相信很快就能够有缘的人跟你这样有心的人可以相应。我想请问庞老师，您是音乐制作人，你最近是不是有一个新的作品呢？其实我最近有做新的作品，就是还没有拍 MV。那今天的对谈非常的温馨又愉快。那很多荣松频道的朋友们都在线上，然后看我们的频道。那有没有这个荣幸一饱耳福，请老师唱一下您的新的作品？比较难得的一个经验就是在没有任何的音响，没有那种 reverb 的效果，关小好了。好，我来分享一个比较简短的比较简短的歌词啦，就是我最近有创作一些佛曲，然后里面有闽南语的，然后也有一些普通话的哈。那我唱几句，也是我自己新的一个创作了哈。这首歌名就是跟杜母是有关系的，叫《般若月》，然后里面也有杜母咒。其实，在两年前吧，在国父纪念馆的那个西藏文化节，我就唱过这个歌曲。是，对。好，那我唱几句哦，唱不好也要掌声鼓励哦。就是歌手的习惯，就会想听到掌声。一朵清净莲，一朵清净的莲花，挂着静的露水，
灌着晶莹的露水。这个露水呢，有时候像是那种我觉得一种上天赐予的甘露，是菩萨的眼泪，众生的眼泪是一种内心有情绪的，可是菩萨的眼泪它没有，它是悲悯众生，幻化出来一种滋润众生的一种我们讲说甘露，甘露，划过慈悲的容颜，嗡达嘞嘟达嘞嘟嘞梭哈，看般若月悲智圆满，从花蕊绽放。嗡达嘞嘟达嘞嘟嘞梭哈，嗡达嘞嘟达嘞嘟嘞梭哈，嗡达嘞嘟达嘞嘟嘞梭哈，嗡达嘞嘟达嘞嘟嘞梭哈。谢谢大家。好极了。今天真的非常感谢彭老师来做我们的专访，也非常更高兴的是彭老师带来这首《般若乐》。谢谢，谢谢那大家。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这里又要抢一下。没问题，看不我起。这边呢就是有今天呢准备了一个小礼物，哇但是也是大祝福了啊，这个，因为这个是西藏的这个藏传佛教宁玛的大圆满，你应该听过了啊。知道，对。大圆满的传承的最重要的两位祖师，祖先的祖师当中，其中的一个叫隆钦巴大师，另一个叫荣松巴智大，中文写就是光荣的荣，松树的松，对吧？荣松巴或荣松巴智大，那就是他也是1000多年前的这个藏传的一个大上师啊。他就是不可思议的功，他就是文殊菩萨的化身。是。也是我跟我自己和我的上师这些传承之间也有很多特殊的因缘。所以我们的平台，我们的荣松频道的名字是以这个巴智大的名字为命名的。所以这个对我们的讲法特殊意义的是，那个后面也有荣松巴智大的7000文，有藏文、英文、中文。对，下次也许可以请彭老师唱一下我们的七情文。你看这里也有，确实有这个荣松巴智大的咒语。对，就这里有咒语。啊，班泽尔玛哈果尔达玛巴扎萨罗斯的，这是他的心咒。所以也许。谢谢，感恩堪布。这个是我觉得是最美好的礼物，就是一个菩萨的祝福。释经和出世经的2个礼物，这个是来自欧洲的一个巧哦，谢谢大家。今天谢谢堪布，也谢谢彭老师。各位荣松频道的朋友们，如果您喜欢我们荣松频道的节目，请您给我们一个赞。那也不要忘记按下您的小铃铛哦。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拉苏。Namo Gurbe Namo Buddhaya Namo